头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东北季风发挥着威力，合欢山武岭的气温是降到0度，搭配着水汽，昨深夜12点外，武岭亭甲松势楼又搁落雪咯。济民众早起一透早冲到这个武岭亭，对镜头军热手翕相做纪念。 规条路白色色，脚掠个满世界，包括山庄的厝顶个围栏，拢铺一颜色白的白白，看过去就袂输伫咧云白色的世界。东北季风继续展开，合欢山的气温来到0度左右，个有水汽，总算伫咧昨半暝12点外开始落雪。 伫咧上雪楼外口的路已经结冰，若户外停车场的汽车车顶嘛拢盖一颜白色的雪。开始下冰线，夹带雪花。 积雪的厚度目前约1.5公分，松雪楼温度目前1.6度。若伫咧合欢山武岭亭，除了翕相登卡的景观台，武岭的停车场嘛拢是雪。一透早有真侪游客来遮看武岭的镜头咧热手，搁摕手机咧翕相。警方嘛伫咧现场加强交通指挥，嘛处理违停的车辆。自7时起实施限加挂雪链通行措施。 并将视现场天候及交通状况机动调整。虽然半暝落雪，不过早时日头升起来，武岭的气温来到1度左右，雪就开始慢慢咧扬。上山看雪的民众现场拢在等，希望会当亲目睭看到武岭搁再落雪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